啊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看，徛38年的台北的南门市场，后礼拜一10月7日，就要收起来要改建，要甲大家来告别。今仔日开始连3天举办特别会，有1块竞标的活动，啊每一个单位嘛拢促收大优待。这个店家头家讲啊，30多年咯，真正是真唔甘。期待3年后改建落成，老所在、老地点，大家再相会。 300以上9折哈，就只有这3天喽。那个好北北、好国村，他们家的都是买我们的肉松。李登辉他是吃花生，弄大牛跟我差不多年纪啦。差不多年纪，南门宝宝。前面那边一个斜坡，在那边溜滑梯，当溜滑梯溜。金华火腿、蜜汁火腿。是当初我父亲他们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哈，因为做这个生意必须准备这种工具来切割那个火腿。3年之后搬回来，它一定会出现在。 从这记忆拢总走走，经过38年，台北南门市场10月7日就要停止营业，原地改建。拜五开始，修连续3天，每一个摊拢会举办特卖，就希望讲这老主顾过来交关，也有开20多年的艺品店的头家娘，将真灵验的招财龙骨摕出来卖。1块竞标，南门市场民国70年开幕了后，伫遮食到大港南北各种的好滋味。广东式腊肠、乌南腊肉、福州来的饼，那过年时搁较闹热。 好吃的松糕在这里。哎呀，必定过年一定要来一个这一定要个。来，这个没有的话熬汤不像。这味袂走去，摊商先搬到临时市场去做生意。3年后改建成功了，转来团圆，香味继续飘散，希望老主顾搁转来交关。